如果你喺度為屋企嘅長者嘅晚年生活而煩惱，或者你有興趣到大灣區養老，但想了解更多院舍嘅環境，今日進優生活帶你嚟參觀呢間香港社會福利署認可、香港機構合辦嘅深圳安老院光明社會福利院高樂奕家，再教下你點樣申請政府資助，1蚊都唔使俾就可以住到呢度嘅星級院舍。由西九龍坐高鐵可以直達光明城站，過程只係30分鐘。出閘之後轉搭的士10分鐘就到達院舍，車費只需大約人民幣20蚊。如果由羅湖或者福田口岸出發，搭50分鐘地鐵就到鳳凰城站，再行10分鐘就可以到達院舍。嚟到高樂奕家之後，我哋即刻睇下房啦。呢一間就係雙人房，面積至少有300尺。每間房間都有獨立嘅洗手間、大衣櫃、電視機、冷氣、書台，一應俱全。房入邊仲有2張1.2乘2米嘅標準雙人床，有感應器、床頭燈、床邊同埋洗手間都有平安鐘。而呢度最大嘅賣點就係呢度嘅所有房間都配備呢個100尺向南嘅私人露台，日照充沛，望出去就係631萬尺嘅光明新城公園。老人家可以喺呢度做運動，或者家人探訪長者嗰陣就可以喺露台一邊沖茶同埋傾下偈。院舍入邊仲有老年大學、圖書館、棋牌室、電影院、空中花園、書法區等等嘅多元文化配套，俾長者玩得盡興。呢度仲有全層嘅認知障礙專區，重點照顧腦退化嘅患者，特別係為認知障礙嘅長者而設有嘅懷舊茶樓、街道、收音機同埋街市等等，為長者提供懷緬治療。呢度環境咁好，設計咁好，需要嘅費用會唔會好貴呢？喺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之下，政府會全額資助合資格嘅港人長者，包括食宿、護理服務、個人照顧費用同埋基本醫療費用。老人家亦都可以繳交唔同嘅金額，升級房型，例如係套房連客廳、雙套房等等。入住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下嘅認可服務機構嘅長者，如果符合相關申請資格，亦都可以選擇申領廣東計劃下嘅高齡津貼或者長者生活津貼。咁老人家就唔使擔心到內地院舍嘅費用，仲可以每個月繼續領取政府嘅津貼，作為零用錢喺內地生活好見使，仲可以獲得更好嘅照顧服務，生活質素都大大提升。進優生活合辦嘅光明社會福利院高樂奕家位於深圳市光明區，建築面積超過22萬平方尺，一共15層。喺2023年啟用，提供377個床位，當中100個護理安老院宿位劃為港人專區，已經預留咗俾參加計劃嘅港人長者入住。院舍仲有醫務室，有西醫、護士24小時當值，為入住老人家每星期提供至少2次嘅復康訓練。院舍東面隔離就係深圳光明區人民醫院，少過3分鐘嘅車程就可以到達3級甲等醫院。如果你或者想幫屋企人有意透過廣東院舍計劃入住高樂奕家嘅長者，需要完成社署嘅安老服務統一評估，同負責嘅工作人員提出申請，或者可以聯絡進優生活香港辦事處22199668，協助你了解申請入住嘅流程。快啲同我哋查詢啦！